Hello， 大家好，我是国本，欢迎收看《火起来》。人家讲吃饭防体态，其实大家自家对吃下些东西有注意到冇？像做下的盐啦，也是透油，大家底下讲，竟然是用板做出来的吗？今半年啊，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屏东竹田清理会透油厂的第二台行销总监、行销总监李明芳。露露姐来到现场，同大家来紹介一下我們傳統的透油更加行出一條無相樣的路哦。今半年啦，有請佢同我們分享透油的故事，大家來分享佢吧。歡迎露露姐。大家好，我係李明芳，我係太原都很愛露露，我係屏東竹田人。歡迎露露姐。露露姐，講到一個透油啊，其實我真好奇呢，你能帶過來，你看全部係你錄下的透油嘛？無相樣係中間一個係乜嘅東西啊？也係一個國際的一個獎，伊係專門評鑑嘅無加東西嘅，因為我哋講嘅無添加，也係一個澳洲嘅一個評鑑獎。按你講，露露姐，你能錄下嘅透油全部有按你去出國去比賽哦？係啊，因為我哋前幾年我哋團隊嘅冒險出去美嘅地方，去日本、新加坡、上海嗰個。有到嗰度地方去參戰，不過參戰嘅過程中，我哋攏提講也經驗，其實台灣啊，睇外交嗰度地方，我攏開玩笑講，一擺係咪因為有個 COVID-19 吼，嗰當然攏唔喺台灣睇嗱。我哋睇推廣台灣嘅商品嘅時候，嘛會遇到安尼問題。講我哋同團隊講，基本上我哋用安好嘅台灣原料做台灣透油，我哋用本人家底下講，其實台灣可以做安好嘅東西。更加因為亞洲嘅調味料其實都全世界攏可以當然睇食，因為中國嗰邊嗰當然移民嘛，嗬，嗰種像透油啊、鹽啊，嗰個我哋講嘅味噌也都其實伊哋攏買。我講人家接受度越來越高，問題係我同人家講，人家根本我哋用台灣可以做出來安國品質的透油，嗰陣我哋都想講，我哋嘅透油都帶提嘅安尼美食界、風味界，伊嘅分數可以多樣嘅長度。我哋攏提講，天陽有奧斯卡，有金球，有金熊，有嗰度評鑑，嗰種像美食有，我哋嘅米其林吼，也得吼。其實睇安尼食的東西，地方嘛有安尼種，像我哋啲個有名嘅，以前我哋萬歲是個可口奶汁，你有試過冇？有，個萬歲是都太。其實以前我哋攏。做媽以前我買，媽媽攏看到講，有啲國際金牌獎，對不對？那個叫叫做 Mode Solution， 那個是比利時的。嗰我哋都想團隊講，我哋其實上面全都想講，要證明台灣做透油可以到安好程度。拿到獎係每一期都拿到。好厲害呢！4期帶出去，4期都有得獎呢。冇錯係。哇！你除了一個獎順後嘅喏，佢也係得獎嘅嗎？佢嘛係得獎嘅，其實佢獎。因為像米其林也都有種認證，伊迄其實係每一年攏個認證。因為唔係講今年拿到嘅，你明年冇好做明年，標準冇到，佢伊嘛冇颁也獎嘛，錯冇？嗰陣其實今年2020年有2個獎已經頒布了。我哋今年嘛係送3款透油，其實也3款今年的成績比去年的更好，也3期今年攏得金牌團。所謂的3星獎，因為1星、2星、3星3層係提高的。今年送的3期透油，攏得3星個攏得 gold， 都是得金牌這樣子。安尼露露姐，其實安尼我哋第一講國外有個獎啊，係一種肯定嘛。不過我哋對一種得獎啊，佢有個標準，佢會看乜嘅東西來評判咯。每一個獎的特性無共樣，吼。其實做乜會去得無去參加無共樣的獎，因為每一個區域、每一個人看的獎，因為有的獎係區域性的嘛，吼。像你要走英國體系的，你可能就要去拿那個 Great Taste。好，那 Great Taste 伊個評選如何？伊會請歐盟底部的所謂的米其林呢，叫做評鑑師米其林評鑑師可能我的媽咪也蠻好，可能傳堂的大廚啊，摩魯有像我的那所謂的美食風味評鑑家呢，因為我去年呢有去參加嘅頒獎典禮嘛，吼，如果像嗰種唔看到嘅天使，星光大道咁樣，錯，嗰種都看到伊前面那位團嘅的我眼到看眼到伊愛念嘅係因為伊嘅評鑑啊，然後嗰種。所謂在歐洲很毒舌，或者說
如迄叫做米其林的，个严格叫做评审委员安尼。个来今仔现从哪呀？它比较特别，它要将一开始以迄做所谓的原食物这个东西的评鉴。原本的材料安尼。原本的材料，你讲伊无添加嗰度甚至咧讲伊如何用替染食的方法呈现要个食物的风味的一个评鉴奖。哦，嘿，对。安尼今年说的时间，我唔会都安尼是送嘅头油安尼。我呀，嗰种我等其实我等要寄三不路过一笔的嘛，过一的嘛我除非等看我等送笔的呢文件，像我等有本 SGS 检查讲哦，我等确实无加防腐剂，无加色素，嗰嘛无一个个所谓的黄曲毒素，嗰个鸡粉啊、米素呀等，我等全部拢检验的证书。伊一笔的应该应该嘛要再去送迄个地方检查，检查以后确定无问题的，如果说了以后，你可能，例如讲可能有嗰度加送啊，吼，所以的如果去看，唔也吸收迄多，乃吸收如，迄有多个吸收如办奖从嗰奖笔本安尼。哦，原来安尼，啊，根本你带过来个体育地方有安尼得奖的吗？其实现从也4个拢有得奖。哦，也4个都有。拢有得奖。哦，安尼其他个名诶，我看目标呢有春园的啦，吼，哦，有一个金美满的，哦，金美好个金贵。其实也几特有，我看个名嘅路底，金字头诶，如果无加糖诶。无加糖诶，因为特有啊，迄种啊吸收诶个个吧，其实也养分迄个，因为做特有屯卤姜草也着供养，都不用养。哦。啊，我煮饭的人拢伫吼，迄煮个铁咸都不用糖下落去。啊，因为我哋也几特有的无供养地方，应该喺我哋公司无供养路迄，我哋全部拢无用进口的特诶。我哋全部拢用台湾特去做特油，马嘅嘛係用台湾嘅，嗰陣也3支特油，伊嘅名嘅無共用，伊其實係用嘅3個無共用嘅台灣嘅特去做嘅，啊也3支攏全部都係攏無加糖嘅，因為我即家爸爸有糖尿病嘅問題，啊人哋家錯有就都係有糖尿病病史，嗰陣其實嗰種人攏唔知講，你感覺食特油，他係攏想講，啉咖啡啊，食乜嘅。饭模式贴豆啊，控制血糖，其实调味料底部糖的问题，其实也需要被探讨。其实，那真是好的特有吸收高，差不多100毫升里面糖差不多都有20几克。哇，其实还蛮高。从人食嘅量嘅供用呢？嘿，嗰陣其實食東西係累積嘅嘛，吼。反食食問題人家調味料也要加上去，食嗰度，因為嗰度一般你吃东西，你拢会酱东西嘛？对，一定会酱一下咖啡甜米酱料的酱给其实加其实给嘛不容小觑啦。真是呢，有时可能是个火锅啦，吼，要吃东西，我酱一下东西，要给头油加一下，要给沙茶加一下。嗰個春園路係金美好係用嚟的菜地嘅台南5號嘅頭會做嘅。5頭嘅頭油。係，啊因為我哋南部人食夠甜嘛，佢全部攏做無加糖嘅，其實伊雖然我哋嘅頭油食起來唔會個稀罕，啊唔過我哋還是講唔加18糖嘅咪是又無共用，係。嗰陣我哋有到喺農民同我哋試做2個太頭油，我哋除咗有做糖啊，我哋嘛會做有加糖同無加糖嘅。哦，都做一個區分，冇錯。錯係。啊你露露姐，其實我哋一講，也個頭油，頭油廠係以前爸爸時代都係做頭油嘅嘛。啊，到5嘅時間才開始安尼轉型，甚至於講像安尼出去個比賽，安尼過來做乜佢會想講來接受一個傳統爸爸嘅工作呢？我哋都看我有弟弟，其實也應該怎樣講，像正統嘅安尼傳統嘅家畜生涯都留不來嘛，吼。這幾年都反正都都穩穩的做，啊爸爸都講弟弟他有做嘅好問題嘅銀票嘅行銷，啊係聽到佢一次都去做業務嘅工作。哦，佢有經驗嘅。我哋其實唔自家都卡東西好唔好，唔要食，唔敢食，唔家己好唔好。自家最。嗰陣其實我哋催我哋攞同朋友嘛，過後我哋嚟投油。問題係咪拜鬼同爸爸媽媽講，佢包裝要改下，要樣買啊。爸爸如果講，按道洗頭，那做嘅係，嗰陣伊都同我講，
唔晓做，唔过来做。其实嘛，喺里面阿姨嘛喺讲啊，弟弟讲女上业务上面可能需要运用提配合，可是我喺30人时有规矩屯落卡腾出来呢。哦。啊，规矩以后呢，其实替的做调整会做包装。啊，其实马上，个很幸运啊，还有拄到贵人啊。如果因为以前工作环境提特别工作，啊，有时候是有的朋友做媒体的嘛，哈，啊，伊就马上要底下讲，这次的体育很有做，哦，其实如美人节虞美人，伊拄好可以做出节目，啊，伊就讲，啊，唔得如下体育过后生，唔得讲啊，人用的寿司体育安尼，可是其实上礼拜上天是。如讲人家讲，你是体育吃时候是纯酿造的吼，酿造法，唔係講要快速發酵嘅嘢做出來。係阿無如可以用調的嘅吼。其實如按團講，冇想到一上天是如，嗰當然唔會也體育。以前冇咁冇年代講有個純釀造嘅部分，冇錯。都是幾時節能上節目嘅，開始介紹嘅張底下開始有一個，他家張底下講有一個觀念，用嚟做一個區分。其實純釀造體育一直以來，體育界讓體育人體做問題以前啊，太人攏看家私，可是嗰度做體育人其實傳統做體育人嘛個辛苦，因為太人攏比家私，問題某一個節目，讓伊屯發一個可以的節目同人家講，你體育體成敗地步係的，一個重要，按顧又佢很容易忽視它。冇唔錯。我剛剛要冇嘛嘅呀，其實太人攏冇想到講，原來伊按多細節是在你不知不覺中的藏在裡面。觀眾朋友，呢排談過原來體育還有按多嘅項目呢，不過按你得獎金牌體育係樣板做出來，用樣板嚟先呢，人哋休息一下，繼續同大家來分享哦。前面有講到，我哋嘅體育其實可以做得更好，品質更好，來去國際比賽啦得獎。按好品質嘅體育係樣板做出來嘅呢，我哋繼續來請教露露姐吧。露露姐，喺請教我哋做體育之前啊，我一直有一個疑問對體育來講，人家講體育適度嘅，像孕婦我哋適度嘅，你皮膚會變糊，成年人會變糊，會有按呢個問題嘛？當然唔會有啊。那體育界中會有一種印象，係唔係體育做出來按呢糊是係？會用藍色嘅感覺。其實唔會，其實唔會糊，其實還是同體質有關係。就等於冇曬到日頭。像我來冇曬到日頭嘅地方，全部攏係糊嘅。像我體育是按頭辦，細路是體育，其實像我已經過50歲，我媽冇搽嘅保養嘅東西，其實應該算皮膚還唔會差。你看像我哋嘅屏東嘛，明年攏曬日頭，其實也會係。唔係按嚟講，所以體育絕對唔會變糊啦，係。嗰個也唔會煩。其實按嚟係一個功能嘅啦，因為大家都有按嚟一個傳統嘅觀念嘛。其實頭頭按嚟問嗬，其實還有一個關於體育一個輕重點嘅問題哦。如果以前我哋有談過，體育會加輕度嘅東西，以前化學嘅部分嘛，像我談嚟講嘅一種個焦糖色素幫佢上色用嘅。體育按嚟大家會想講，時代會變糊，係唔係能夠喺體育純釀造嘅輕樣板做出來嘅製程，可以同大家紹介一下嘛？可以啊，基本上我帶啲標來一片嗬。其實啊，因為見到係國家定下來嘅。國家嘅標準。國家嘅標準其實體育嘅類別嗬，同我哋標項嘅一個做法，就是有這幾大類。第一等我哋講嘅以前講嘅化學快速嘅見到以衛福部去年嘅去定義的新的名叫做水解法、水解法。水解法，伊如係講有碳白質的東西，像人家大部分都用嘅沙拉油，炸係有一個剩下嘅豆粕，然後碳白質嘛，用嘅個用強酸去分解完，分解完出來的一種叫做水解醬油。一種個價差唔多3到1禮拜左右都可以。1禮拜之內都可以對嘅。豆粕的部分做體育，嗰個再來係我哋跳過嚟講釀造法，釀造法其實都太嚴嘅，我哋體育要成熟以後，嗰個都
像做泰肤一样的空用嘛，就是让它长好的霉菌，对不对？天然的菌，各位本意时间4到6钟呀，做泰有4到6钟呀，同做酒也都无空用，4到6钟呀，做嘛4到6钟呀，因为唔係啱人嘅社會國家，韓人嘅社會國慢，係純釀造它人厲害呢，其實我也標底標有下兩格哦，他人注意看，其實啊。嗰度嘅純釀造豆油啊，嘛唔係用貴粒嘅豆油做嘅。哦，其實嗰度嘛係用一個沙拉油炸起的一個豆粕，它只是方法係用純釀造法。因為以前吼，然後業界不能公開的秘密，按古今因為衛福部剛剛講，一本消費者有食的知的權利嘛，吼，嗰個其實窮人的可是你唔係總愛用，唔講你係發好個豆油，還係釀造醬油。你可以用這樣豆片，你如果寫什麼高蛋白質脫脂豆片，你只要看到那些字眼，其實一路唔係用貴粒的豆去做的。哦，嗰種釀造醬油，伊其實嘛係嗰度小細節要去注意。真是無路路這安尼分用，其實個人也唔知啊，會用安尼炸係油嘅嘅豆粕來做，安尼貴粒的豆同炸係嘅豆粕，其實應該味道會有差別吧？當然會有差別，因為炸其實我哋食東西攏啲，唔像有的煮肉做嘛個聞起來特別香，因為有阿布拉嘛，差唔多。雖然豆油嘅豆油，就是沙拉就是大豆油，一些不穩定的油脂，按過底部有的東西，還是提供你香氣的來源。好，嗰種油唔係講完全攏唔買，嘿，個還有一啲東西都係進口嘅。大部分做沙拉油的品種攏係進口的，進口的品種來做豆，因為進口的品種伊原來唔係拿來去做豆油的角度，而係拿來去炸油的。嗰個說起來，米線同我哋台灣的豆的做出來完全無共樣。哦，係哦。安尼話，我哋一公路正人都開豆油，全部係我哋台灣原本的豆的錯冇？冇錯。安尼能用辦去簽一條豆的呢？其實初期嘛係個辛苦，因為台灣的豆的成本高，因為做嘛成本高，因為也會同種植的使用率有關係吼。你像大部分進口豆的摕個然後美加個有豆大部分攏種過大陸的，種過大陸種喺東北嗰片，冬天會落雪的地方，嗰條地方的港種的個季節都係1年一做，如果咱3張嘢到4張嘢的左右。按迄個台灣的話，嘉義以南嘛，一年係做我哋所謂的3季，數3擺啊。3擺，嗰個嘉義北是1年是2做，好。按像我哋種豆的，台灣的豆的唔係冇人種，一次了其實攏有人種豆的，只是種到我們所謂的毛豆的階段。你知道毛豆同黃豆其實係兄弟嗎？我知。伊都係少女，伊都係熟女嘛。好，因為他已差不多種到毛豆，伊都叔叔啊，都買本年的。按佢種到黃豆的話，又差不多都1張人家都2張呀。嗰時你種的成本冇本人價一做的價格。差唔多按多。根本冇人農民都囤種。嗰時我哋做起，我哋都說服農民講。我哋以前嘅做日本，我哋收貴嘅的一道廠，叫做農民，因為一定個底下農藥唔好落，還是用啊，因為日本人個嚴格嘛。嗰以前我哋嘛請小農，我哋遇到嗰種問題，因為小農睇的，伊用點乜數唔乜數，我哋其實嘛冇試做的經驗嘛。嗰陣高雄農改廠嘅做國農博士，同我哋探索清楚，伊同我哋整合農民，個同我哋介紹一道外銷日本的一道農民，同我哋探索清楚個。米下去漂嘅台糖嘅用地，大面積耕作這樣子，後來甚至於更加都做到有無共用嘅豆嘅，無共用豆啊，一個豆嘅攞落來，我哋都可以潛講，我嗰時候去日本做毛豆好嘅品種，我哋都拿來做豆，因為唔攞識幾多毛豆，唔係沒有口感嘅問題。台灣的豆是伊唔會有嘅，我哋講嘅粗強米。哦，我哋嘅是還會有嘅粗強，親像咧是粗嘅感覺。你是因為我毛豆嘅好食，咱買係嘛。嗰時你睇毛豆好食嘅品種嘅豆，基本上拿來做豆，攏冇太大問題。
一天呢本身的品质都改好嘅。嗰阵早期像伊请农民的时候，一开始我哋请小农，无行业的农改场同我哋特殊请农民的时候，其实我早期嘛迄做等实力把有冇，去拿等嘅威士忌有冇？去同人哋农民朋友交心。係啊，嗰陣喺茶香味攏喺秘魯啊，攏皮等帶一體的，因為港鐵的人吼做啱啱的，攏好啉一杯安尼嘛，係涼安尼。嗰陣早期攏係按着同農民看你如何建立那個關係。啊，我哋人家種到高雄閩農嘅片，嗰個屏東嘅果樹，嗰個還有台南嘅三八，嗰個還有花蓮嘅太巴郎啊、功夫，嗰個楓林嘅片，我哋全部攏有種。哇！安尼露這唔能咧去試做面積青苔呢規台灣對頭都未攏有呢。算有18量啦，啊嘛唔係，因為其實人家農糧署提推嘅雜糧計劃嘛，你講唔過度收工嘅叫做田，我拿來復耕。啊，因為台灣嗰度進口嘅，其實台灣明年進口黃頭屯玉米嗰個小麥量個太農糧署希望講一度無工嘅田可以來種一度高經濟的雜糧作物，因為台灣的土地有的好處，台灣冇自家嘅東西，嗰陣地的新鮮，嗰其實人家講所謂的食農教育，你在歐洲講民族嘅片，伊哋其實也經驗，伊哋攏推廣所謂的綠飲食，如果低碳飲食，如果講唔盡量提載體菜體種嘅東西，菜體加工，夠載體使用，我們所謂的六級產業嘛，日本提推的六級產業，其實迄種啊可以的做法，其實對地方有幫助，對農民有幫助，對我哋自家身體嘛有幫助。唔過露姐，像頭都有講到嘛，我哋頭有係用黃頭、魚頭，甚至講用乜嘅來做，一3種做出來嘅米絲啊，有乜嘅差別嘛？像台灣啊，冇一份的佢很細，如果講乜嘅角度還是頭嘅角度，像日本都有。日本的頭有分的佢細，伊定有分，其實伊定我哋而家台灣嗰度進口日本的乜個煎魚醬，其實佢同日本攏冇按到頭油，伊定到只有。只有。伊定咧頭有到小油，小油的話，伊定還有分乜個角度的，還是黃頭頭嘅角度的。日本嗰時候做有頭的頭油，台灣攏黃頭的頭油。好，我哋也經驗呢，我哋用台灣的黃頭的、台灣的有頭的、嗰個台灣的乜個，其實咱也三種嘛有品種的無共樣，像我哋現從我哋帶嗰度台灣黃頭的啦。係啊，我看到青條頭，唔過框嚟都共樣啊，黃嘅我哋而家講係黃頭啊，糊嘅都糊頭嘅嘛。唔過係個圈啊，可能伊有太色粒嘅問題。係錯。太色粒嘅問題，嗰還有其實伊嘅色性還是有18無共樣。看伊嘅肚臍，有的嘅肚臍顏色會過沉，有的過淺，啲馬豚品種有的是有18關藤安尼。我哋廠地位睇到，像我哋現從嘅幹嘅地位，嘅黃頭人都高雄9號。大部分都種啊，我哋果樹米農也地方，客家種也地方，好產量個大，伊嘅特色如係伊食起來，因為伊嘅蛋白質個多，個伊嘅澱粉質個多，個食起來個甜啲嘛，個慢慢的咬油會有一點鮮味。嗰個像嘅芋頭，我哋基本上帶落去係要係台南5號嘅，嘛係我哋基本上得獎嘅要係精美滿屯精美好個別用嘅頭種。嗰我哋會發覺講，你像高雄9號，唔種嘅同埋種嘅，其實農民無共樣，攏有可能做出來米是無共樣。因為其他嘅土質水質無共樣。因為基本上分得按這麼細的話，其實都不一樣。更何況頭東也能講那種啊講芋頭還有台南3號、1號，嗰個黃頭還有高雄12號、10號誒，差唔多。其實米的那頭無共樣的頭誒，共樣黃頭誒，無共嘅農民種，無共嘅地方，米絲攏會無共樣。喂，觀眾朋友，糖豆入邊係咪感覺真神奇呢？原來頭油含有咁多嘅學問哦。不過好嘅頭油，用辦來選，用辦來食，真重要。不過頭油嘅料理同保存要用辦呢？人哋休息一下，馬上過來喲。
前面通会按到跳油的学问，其实跳油啊，除了来温东西料理，还有其他嘛嘅作用呢？甚至于讲，露露姐今年用办将这个按好的跳油来推广出去，也能继续来请教露露姐咯。露露姐，头头有讲到，你的纯酿造酱油按好，能天天的一步一步按嚟做出来哦。按嚟，也能用办去保存一个按好的跳油呢？其实啊，伊虽然无不用防腐剂，做嘛唔是不用，铁的有养分嘛吼。按个像无不用糖的，做嘛可以安尼？因为我等咧跳的拢落个比便宜个多。例如讲我发好4到6档嘅种出来食，我全部人食无跳水。嗰阵其实跳油的等 keep 头东阿人讲到有水解法、混合法的酿造法嘛吼。其实咱酿造法国家嘛有分。吸数有分甲级、一级跟丙级的。还有安尼分哦。有，依你的浓度。像我哋路卡路迄，我做出来全部无跳水，嗰种我拢甲级以上的。最牛的。最牛的，好，我同讲东西路安尼嘛，牛路唔会坏啊。路无偷工减料东西路唔会坏啊。按关的状况下，因为伊唔可以以后同空气，像亚经验的落雨有湿气嘛吼。我哋都建议讲，嗰种人讲根本上其实是一个方法。因为你温度大时，细菌不容易滋生。问题我嘛要同人家讲，我人家本上在欧洲，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细菌培养箱。底部轻多东西，用高高的。根本上冇唔错啊，前提之下，人家本上嘛要强，因为你的本上係冇强东西，设对一太对，里边都有东西发霉，你给东西你去。叫的嘛，还会变质啦。温度大还有一个好处是，因为人家东西冇不用防腐剂跟抗氧化剂。那种我讲色神，唔会比下边的贴布啊，像我人跳油其实我人拢冇加色神，嘛冇加焦糖色素。做嘛以为有色神，是因为也会是一个很多天然的梅纳反应。梅纳反应是一个天然就是蛋白质同个空气接触以后，以为有的。你像卤东西啊，你也叫米稀同色神会越来越讲。问题你多的时间贴久，一路是有的你们讲的色神贴物。按那种温度大的法，替的一路天然的物理的方法去让它延缓嘛哈。按那种某有的一路落防腐剂同抗氧化剂。像我的某落的法，我哋还建议讲本上清腔了以后，如何根本上那种某的法咧，怎样啦？唔用的时，切对枪，我今日听闻一把的东西，差冇？冇拿个盐印出来哈，因为个水蒸气，这叫多下去，你个瓶口会用下水蒸气，压东西嘛容易坏掉。可是我人会讲，你多头杆喺上面，冇都木铲上面，让淋下落去安尼。先多出了一部分。冇错，嘿，好吃的东西都会提新鲜的身体，食的都是特别会提好的。安尼露露姐，其实啊，传统的东西要转去，系冇简单的事情。头都也谈到安尼分享过来，这个也作为几多的努力嘛，像我哋讲，真是很重要嘅工厂啊，攞要作为咧像。店的供应本人家可以去选，可以去买，甚至也作为嗰度无供应的尝试，跳油的冰淇淋啊，也去做类似关东煮麻辣烫嗰条，用办去想到按照无供应的行销的方式的。因为啊，嗰种人喺无人谈讲人家跳油做，人家原料很牛头，人家都讲，人家东西个贵。根本因其实唔讲嘅体验呢，都。做直营店也部分，做嘛做替的做起其实也能够辛苦，因为人家东西做出的成本路安的，人家管理路安的成本怎样？其实你冇品牌，冇人要卖人家东西，对吗？嗰种其实我哋看人家唔睇百货公司，那有看到我哋东西，其实叫啷慢慢的，可能消费者人家都同我哋买，我哋路安的一点点同人家介绍，小姐讲，我啲东西做嘛个爱。按你家私港口要用，各位分享现场买的东西，其实我在同讲，唔讲呀跳油个贵，唔判得用什么，其实我同讲，唔用呀跳油，因为冇跳水嘅体能嘅，伊用起来其实冇想象中嘅用按度，唔是用按度状况下，替得人家身体嘅负担，唔会按重，你解意思冇？唔会使到按度嘅盐啦，超讲系用调味嘅时，路变得quite简单。其实按简单，加水、加米酒，我食生头加生头，其实总系东西都按好食的。像讲店面烘做一道冰淇淋样的，
冰淇淋因为伊个颜料，啊，著去做透奶的口味嘛。做嘛做透奶，因为我听人家讲，我透如何有暗好，唔是透奶同是透，体测讲你点样透的好唔好？透的很好，唔4到6个月，我再做安尼发酵，我透有奶有理由讲唔好。可是你吃起来唔会感觉有负担吗？你用起来其实严格讲起来吼。妈唔会讲花钱多钱，其实你穿到去健康吞下时间，吞吃的东西爽快呢。安尼也个是最重要，因为大部分啊，他家己用一个调味料时，如果刚刚讲啊，其实俺哋食方嚟冇乜嘅面是，嗰數調味料越加越重，冇錯，講要加米酥、加雞粉、加糖，要加負責。路就咁慢，路就咁慢以後，有的時候食唔出來，原來我食呢個東西幫佢味道，其實那種話講。我生意我同我講，佢話說伊嘛實在嘛，我同我講，根本伊東西食得個請伊講，媽媽我根本伊食得身體爽快冇啊啲，我咪下攏去看，原來根本伊食得如何好東西，其實生意呢係挺簡單的，唔係講一定要食挺貴啊，而是原食材啊東西。盡量係講晚些時間就接受一個較好嘅東西，較正常、較健康嘅東西，基本上嘅口味哦都會關係嘅。冇錯。係啊，露露姐，安尼一路行到鴉片啊，對於傳統轉型都更加，同盧卡會唔會有意見冇相同嘅事情？一定會有問題嘅，我哋盧卡上過團結啦，吼，超市嗰個討論一定會有，係啊。像人更加也用一個投入，結合菜體嘅觀光。做觀光也塊，其實我哋嘛冇想要做觀光，其實其實個單純，如果講，你們也係昨天在提，人家來到昨天我想講，你都投入提昨天做啊，做嘛提昨天唔可以買投入。講我哋面下馬上嘅，因為其實做投入嗰啲辛苦，嗰啲繁瑣嘅工作。唔像人講，有啲人講要做到精品也塊，其實。我唔敢講，我哋係領頭羊啦，吼，因為應該講純釀造也塊，其實一直以來都有人做，只是因為市場的定位同價格，嗰度品牌做唔起來，因為做嘛，他用到看家私嘛，我哋確實係做起銷售，睇得眼伊唔係以先講用家私來賣，我教育唔同講做乜嘅投入按得套，好。嗰陣唔像我哋拍嗰度樣片，同人家講，投入一樣線。其實我攏同人家講，我唔係因為要同講我按好，係唔係可以冇買我。其實我提供投入廿幾個突發，係我去想一下嘅。如果講根本你想買的精品醬油時，這幾個關鍵要素是你必須要具備，你才能說係精品醬油。係冇法，我講你會用加濕片消費者咋？按你都唔錯嘅嘛。冇你買一罐30元、50元的咯，做嘛發1兩百元、2、300元咯，知冇？那種根本應該做到2、300、400元的投入，你必須講要有按的品質團本消費者，我今個意思係按的。講其他因為其他你做更多嘛，其實你講我哋昨天嘅火鍋路嘅銷售部，嘛係睇他人的期待之下做出來，希望其實你像我哋產量唔係輕多。我有個多點，其實人係過開嘅。係啊。管理我每天有的同事睇片，企業睇片要薪水嘛，要薪水啊。我都不付出的時候，根本係嘛係的壓力呢。不過面下想講，根本我菜地做田園，我睇下做，我喺種到野地方，有冇同他個人介紹，佢講唔起。係啊，如果好彩有露露姐能努力啦，吼，像更加我哋朋友，或者北部嘅佢哋來到我哋鴉片嘅時節，佢哋會問講，我哋嘅朋友買個電路，我哋嗰個請驕傲嘅同人講，我哋昨天，我哋錄到鴉片有一個電路可以帶過去，係啊，有嘅時節，佢哋也會問咧喺北部嘅時節，佢哋會問講嗰時節我哋都嘅有買個好買網，我哋講我哋用電咯，冇話千多年睇滿一個投入買個。我就講原來除了做投入之外，其實人還肩負了這促進菜體的一個產業的進步安尼啊。本大家底下講，其實人哋屏東、人哋六隊、人哋昨天還有安島某樣係好東西，因為人哋關係，佢哋會關注也的這個區塊。我哋也經驗嘛，可是做的事情，如果因為其實嗰度生產者，伊個產量唔係嗰度，問題係自家嘛食伊個東西，我哋其實嗰邊我哋。都是我哋嘛會推動天數買下的東西，可是其實種講，來到昨天，來到綠隊，唔係想買，
个特别的一个无共样啊，像有香菇啊，个个蜂蜜啊，个个白木耳也都。其实在地个都农业，台湾的农业真是清好，啊个都你做出了清好东西，其实量唔多唔太。唔讲可以百货公司可能卖无法度卖，因为量嘛无太，我个利润嘛唔啦。嗰种人家其实慢慢的囤安尼农民摊数卖的东西安尼。希望大家越来越进步，向下来进步。冇错。哇，观众朋友，根本呢听嘅露露姐小姐，大家会唔会对体育有进一步嘅认识的呢？像嗰本啊，你学到青岛嘅好门嚟哦，下一拜啊，去诺贝体育嘅时节，你第一讲样板来选嚟哦。根本呢也请感谢露露姐带来安和堂嘅故事，安和嘅好门。其实啊，大家最重要嘅讲。了解这个菜地有乜嘅产业，也希望大家来支持菜地嘅产业，帮我哋嘅产业，帮我哋客家文化可以继续喺下土地上传承下去。係咪啊，露露姐？多謝哦。多謝。反正他人來昨天，食體育食透能冰淇淋，個還是食茶葉蛋，個順便同載體做體育安好嘅東西帶過去都卡。好喎，大家來去昨天老了嘅時間啦，先聽到我哋先生來認同一下吧。各位觀眾，大家好，好好運動又來了。今日謝老夫先生要教大家，我哋步行嘅運動如何嚟彈力腿。今日我哋彈力腿要配合我哋步下用到嘅墊呢，有啲墊呢差唔多高度同我哋腳差唔多60公分。30到60公分，唔好太高嘛，唔好太大。大部分最重要嘅係穩定，唔好有墊呢，我哋係鬆意，坐墊係穩定，墊呢最主要，如我哋睇所有運動都比老人家嚟設計，要麼我哋開始用墊呢坐墊，不然用我哋彈力腿嚟開始運動。坐，我哋兩隻腳打開來，坐穩來。我哋體力運動我嚟做嘅係我哋彈力腿，我哋來同我哋手，由我哋前面打開來，肩頭打開來，所以我哋向下做20下，我哋一慢開始嘅哦，手打開來，打最胎，慢慢地數過來，慢慢地啲咧，打最胎，慢慢地數過來，再嚟一擺哦，前面打最胎，慢慢地數過來，放開來，數過來，再嚟一擺，放開來，數過來，再嚟哦。看自己力量多大，還是得點一下10秒鐘，向下1、2、3、4、5、6、7、8、9、10。有得數就可以運動嘅手臂一片肩頭，不運動到，用我哋前面一片都冇用力咯，幫我哋一片。有力，我哋有啲訓練，挺簡單嘅運動，再嚟一擺哦。打開來，打最開哦，慢慢地數過來，再來打開來，慢慢地數過來，打開來，慢慢地數過來，我哋再嚟停10秒鐘，最大1、2、3、4、5、6、7、8、9、10。真好，不剛剛小可有順順咯，安尼都錯，安尼身體慢慢地被運動熱行來，
近路嘅表上來，一望安尼，天意嘅動作打過來，對東方揚上來哦，再嚟一擺豎過去，打過來，打最態，揚過來，訓練安尼豎，必有力咯，老人家最重要嘅豎要有力咯，慢慢地變落來。豎過來，再擺1、2、3，打過來，放下東方，有時啊豎，頭腦嘛是揚過來哦，可以係，頸筋嘛是順速運動嘅係喲，豎過來，打過來，用力1、2、3，最快哦，揚上來，豎寬定，頭腦安尼寬定，揚過來。慢慢地變落來，入邊嘅設計都係適合我哋老人家，所以我哋慢慢地做，唔好長幹。運動最重要，保健身體。打過來，用力，用力是力咯。揚過來，有時候我哋老人家喺種樹冇力，做乜嘅路冇好做哦，又係做簡單嘅訓練，有啲團力團。那路仲好賣，簡單又好用，打過來，揚過來，揚過來哦，慢慢地來哦，揚過來，豎過去變落來，打過來，揚過來，慢慢地變入去，打下安尼呢，揚過來兩片同一下揚過來，慢搖，慢慢地落來。再回來，另外一片，反過來，變落來，安尼再嚟學一擺哦，用力打過來，反過來，變落來，再拿上來，另外一片，揚過來。變落來，再嚟哦，放，用力，放上來，變落來，過來，另外一片，坐定定呢個問題又唔驚幫到哦，也得訓練安尼數。手嘅力量，肩頭嘅力量，再來用力放過來，控制這個嘛是控制，冇力就按勢唔怕，有力如果太還是唔怕，用力，幫安尼手越來越有力，來，變過來，過來，另外一片，挺好哦。慢慢地變落來，做嘅兩個動作，也望安尼後面嘅做嘅一條打過來變安尼頸筋肩頭後面用手用力咯來試看先，打過來變啊後面，變定，安尼一隻手一隻手來哦，先一隻手用力做，用力。做的是3、4、5、6、7、8、9、10，本另外一隻手，1、2、3、4、5、6、7、8、9、10。也麻煩兩隻手，所以我哋重新來做過，放開來，變啊後面，安尼向下來做10下，用力1、
2、3、4、5、6、7、8、9、10。哦，他家真厉害哦！安尼我哋再来做一摆哦。哦，对啊，倒数了，1、2、3、4、5、6、7、8、9、10，半片来哦，1、2、3、4、5、6、7、8、9、10，两隻手翹下來，哦，打開來哦。哦，用鋼筋嘛是得，用鋼筋安尼細用，做下1、2、3、4、5、6、7、8、9、10，哦，要鋼筋嘛是運動到。哦，安尼更適合我哋老人家運動。好，今日這腦負心臟教嘅咧團力推，對於我哋安尼打開來運動，準備到我哋環遊2片環遊。哦，到我哋邊啊打開來邊啊後面嘅鏡頭項。哦，用力一豎一片哦，哦，用力個後面，安尼用中間一片用力綁，綁過來，綁，綁過來，記得咯，有啲運動慢慢地來做都是得嘞。安尼有啲團力推運動，今日好好運動。這腦負心臟，下一擺強下來了哦。